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6423例本土病例，57人死亡。10月13开始，老师学生只要注3档疫苗，接触确诊者唔免隔离。国安局长陈明通访问泰国的相片，饭店的收据拢互公开。泰国方面是解释讲，有可能是因使用中国华为的设备。芬兰将启用欧洲上大的核电厂，是2007年以后头一遭，显示欧洲因为战争又搁重新接受核电。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46423例本土病例，有57人死亡，比顶礼拜三增加3.9%。另外，教育部嘛调整校园防疫措施，10月13开始，所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若是因为接触确诊者需要居家隔离，只需要注3档疫苗，无症状哦，就同款会当去学校上课。来看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本土病例是46423例，境外移入是有61例，死亡个案57例，跟上个礼拜4相比，上升了3.9%。我们今天新增57例的公布的死亡个案，年龄是从90多岁到这个5岁以下，那有2位是比较年轻的，一位是小朋友，一位是20多岁的年轻男性，那另外有增加1例是 Miss C 的小朋友已经出院，是一个3岁的男童。从111年10月13日起，我们就所有的各级学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在有同住家人或同寝室室友有确诊的居家隔离者，在10月13号之后，我们调整为在无症状的情况下，如果有打满3剂者，才0+7，在自主防疫期间，就可以到校来做上班跟上课。如果未打满3剂，就是以3+4，3天的居家隔离，仍然以不上班不上课为原则。有关境外生入境啊，只要他实施0+7，一样是如果没有症状且有2日内快筛阴性的结果，仍然可以入校去进行上课的相关的一些课程活动。昨咱国内本土病例超过5万外例哦，今仔嘛有4万外例，已经是个继续的传烧。指挥中心昨嘛宣布讲，18岁以上拢会当去预约注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台北市伫今仔早起9点就开放预约。咱国内目前有下注嘅人哦，大约是有930万人。也毋过新配方的疫苗目前只有271万人。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今仔早起伫反映嘛表示讲，会看情况哦，有需要就会加码挂。新冠本土疫情确诊数继续增加，礼拜三一天就新增加确诊数超过5万例。为了要增加民众的保护力，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扩大莫德纳次世代疫苗追加剂注的对象，18岁以上拢会当注。也若台北市是先宣布，自初六拜四早起9点开始开放预约，上紧伫双十节过了，后礼拜2 11就当开始注。我也会考虑想要打，因为就是疫苗就是第3剂已经过一段时间了，它那个就是疫苗的效力会减退啊，所以就想说再打再增加一些抵抗力啊。医生讲，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针对原型株加 BA.1 的双价疫苗。对抗奥密克戎变异株有较好的免疫反应，虽然无法度100%预防感染，但佫会让减少重症加死亡率。而且新冠病毒一直伫咧变种，感染过了又佫确诊的有3万多人。以后只干来会当甲病毒共存，甲流感同款，逐年拢爱注疫苗，真歹达到群体免疫。如果是这个病毒不会突变，那么你感染过后，群体免疫的效果非常好。可是对会突变的病毒，再过1-2年，再过一段时间，它就是一个新的病毒。一边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打气如何。那如果说有，可能疫苗有可能不够，我们会紧急的再立刻采购。因为18到49岁符合注次世代疫苗追加剂，差不多有930万人，扣掉最近确诊的150万人，也有780万人会当注。不过目前次世代疫苗只敢若剩271万剂，可能是无够，所以卫福部强调，若是民众注意人多，会赶紧去买。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甲疫苗采购的资料来做物件，封存30档哦。外界质疑讲疫苗的资讯无被公开，是为了逃避监督。
今仔早起，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伫立法院是强调讲，相关的资料是爱保存30天，毋是保密30天哦。部长嘛讲，每一款疫苗保密的期限无相同，高端甲 AZ 是爱保密5天 ，Novavax 是7天哦 ，BNT 10天。厂湾比起来做疫苗，增加身体保护力。为着要得到安全佮有效的新冠疫苗，政府采取多元的外国，还有国内研发双头进行。不过，伊相关的疫苗采购资料甲列做物件，都要封存30年。企业外界谣言讲，这是为着要逃避监督。早起，卫福部长施瑞元伫个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强调讲，这部分是公文保存的必须年限，和各间疫苗厂拢有签介绍的保密合约。这些预算，你们都说这是秘密，要保密30年。目前我们取得厂商的同意，所以我保密多久？那个高端跟 AZ 的话是保密5年。保密5年。对，那 Novavax 是保密7年。Novavax 是保密7年。对，那 BNT 的话是10年。根据审计部统计，到111年的9月底为止，国内采购的疫苗数量有6841万外剂。同送的疫苗是2426万外剂，合计有9267万外剂。其中国产的疫苗高端，伊的采购量是500万剂。有立委就要求讲，做高端的无亲像想的遐尼侪人。即马有170万外剂的效期，个要经到期啊，爱甲消掉。报废的比例超过1/3，已经浪费人民的纳税钱。你们已经展年第3次了，对吧？还要展年吗？应该没有了。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差不多100万剂的已经借期销毁了。另外，审计部讲，疾管署办理国内新冠疫苗采购的时阵，虽然讲有针对高端疫苗部分分批次，不过无法度逐期来交货这件代志，逐工拢甲开发违约金。不过过期30天以上，要未纳违约金，煞无法度照依约来甲讨。这需要做检讨，好好来甲处理。对这件代志，疾管署表示讲，经过审计部提出审核意见了后，已经有做改善，嘛有加扣违约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友邦被留的总统会树人张暗带团来台湾访问，总统府今仔早起是以利中的军礼来迎接。被留的总统会树人表示讲，虽然印太地区情势是愈来愈紧张，也毋过被留一定会继续坚定来支持台湾。放21箱礼炮，欢迎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会树人带团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总统府用隆重的军礼迎接访问团。总统蔡英文讲，帛琉甲咱方建交就要到23年啊，希望这边访问会让深化两国的合作。我们非常感谢帛琉对台湾的情谊，也期待透过这次访问，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The world has been challenged with climate change, COVID, and now conflict. The people of Palau deeply valu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and are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aiwan despite the mounting aggressions in our region. 会树人讲，帛琉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世界各国也明白遵守法治的重要性。面对想要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一定要做伙进行国际合作，来缓和军事紧张。另外，总统蔡英文随同也接见玉山论坛的访问来宾。Madam President, your guests here today have a genuine respect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their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e wish to enhance our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your country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our nations and yours. 蔡英文讲，台湾伫咧民主防线的上前线，有能力也有意愿，甲世界各国分享经验，也希望会让甲更加侪民主伙伴，最终建造出有韧性的民主同盟阵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安局长陈明通最近去泰国访问，同海关的相片甲饭店的收据，拢互放伫网络顶头，形成拢互掌握。今仔早起，伊伫立法院回应表示讲，这应该是中共的领地作战哦。泰国方面嘛表示，有可能是海关使用中国华为生产的监视器设备。陈明通嘛强调讲，未来这种情形无可能，嘛无应该搁再发生。裴洛西访台之际还3度发声明，就为了要救林志坚吗？互媒体回应问，国安局长陈明通因为林志坚论文案，也个7个泰国行政法人表态，虽然到电话机报告，
对媒体问题拢无回答。立委对这是真关心。陈明通讲，这是中共认知作战，用临时设立网站发消息，主要是泰国方面出问题。点过立委认为，陈明通身为台湾情报机关的头，做好中共掌握行踪，闹出国际笑话，要求要想办法进行内部的清查，检讨国际高压情报的停书。老公有这么厉害，连你饭店收据都有，这些是内部只有驻外武官、驻外单位跟内部作业人才会碰得到的东西，这个你不清查，你会非常严重。泰国海关使用的是华为的设备，有没有这个事项？我们了解这个确实他基本上我们看到他那个监视器基本上都是华为的。陈明通讲，国际性网络骇客力量真可怕，会真顺利来应用。严国前政治局局长简淑慧9月带团去美国大香山访问，行程赶快互人表菜。李伟担心这影响台美情报交流。对此，陈明通讲，这种代志袂当再发生。前置的这个作业流啊，就已经泄露出去了。编的专案小组针对这个这有关于作业流还有这个对象外流的管道以及对象我们都做一个调查。中共伫咧8月发动围台军演，两岸深受热线的机制。陈明通只个人讲有掌握强军的证据，因为陈明通捌讲伫蔡总统任内两岸未有战争。李伟问讲，陈明通也讲法敢有定答？蔡英文执政不会有事，这是矛盾的。你说2023、2025、2027都有可能的话，不会有战争。你认为他不是要打，他只是要演习？会不会演习到后来变成真的？他展现那个态势嘛。针对《纽约时报》报道讲，美国方面想要甲台湾建造真济庞大武器库，包括台湾政治法案提供65亿美金的军援，反制强军的威胁。陈明通回应讲，这显示拜登政府重视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咱会密切的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今仔国民党的蒋万安是甲民间团体来进行社会主体交流。蒋万安嘛强调讲，未来继续来推动社会主体。无党这边黄珊珊今仔是去西湖市场，伊嘛针对要伫市场推动行动支付，佮再提出看法咯。民进党的陈市长今仔是体验是长者甲带路狗行伫路林的情况。甲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徛做伙，找来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参联盟进行无公开的政策交流会，针对联盟诉求继续起社会主体。蒋万安承诺讲，愿意推动以5万户作目标。伊进前也提出千人换股政策，安怎提升时代离开原有的工具，带入社会主体的意愿，也成做各界关心的议题。主动去媒合这些长辈，第一，我们并没有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未来这个环境对他们的生活是全面的提升。无党籍黄珊珊走访西湖市场，针对伊进前讲要伫市场推送行动支付，安怎互管是现金买卖的时代愿意使用？伊讲确实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比如说他们有敬老卡，那敬老卡里面悠游卡的部分的增设，观念上面可能还是要让大家能够习惯，就是摊商要能够鼓励。所以之前我们有补助他们那个手续费或再用什么优惠的方式，让他们愿意提供给民众。民进党陈市长同时间嘛体验车卖人士平常时互带路狗引导行动的感觉。陈市长讲，透过体验嘛知影伫车路顶也有真济需要加强的所在。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政策最主要是要照顾到人。好，那身心障碍的朋友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好，那怎么样善待导盲犬就能够加惠在我们身心障碍有视障的人的身上。针对进前，陈市长为家己的防疫成绩拍85分以上的分数，黄珊珊讲，防疫是全台人民的功劳，不是一个人家己的。蒋万安讲，过去2年中央的防疫敢有关闭，人民拢心内有数。陈市长表示，无希望选举加做喙烂战争。记者郭文随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县长林志标的竞选团队哦，这个民进党宜兰县长的参选人江聪恩担任宜兰市长的时，一直卖持有的土地，批评江聪恩是甲市政府的财产败了了，怎么佮要选县长来败县产吗？也毋过江聪恩团队回应表示讲，伫市长任内处分的土地无经规定市长核济，标出的价值其实拢愈悬，要求对方毋通乌白抹黑。顾财产。爱宜兰。
宜兰县长林姿妙竞选团队找到以拿建卖慈善也败掉慈善为题，这期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甘聪恩伫担任宜兰市长期间，总计协备处分19笔持有土地，其中有10笔土地未成功，9笔土地无顺利标脱，继续办理卖。批评甘聪恩败还慈善，要被选县长败管善吗？经过本党团深入的去追查，发现江市长不仅是贱卖市产，而且他是几乎卖光所有可以卖的市有土地哦。国民党讲，民众党县长参选人陈婉慧也主甘聪恩建卖宜兰市土地，从10年前已经申购每平35万行情的土地，以每平14.6万的价计售，卖予捌捐钱予伊的财团，明显道理。也毋过甘聪恩本人交代无正面回应，委由宜兰市公所出面解释。是江市长处分的土地，并没有比过去市场来的更多，那所获得的价格也会来得更高，所以何来贱卖跟捐售土地的这样一个事情？市公所讲，甘聪恩任内处分的土地，无经规定市场来得济，卖出的价值也佫较悬。哪有贱卖败慈善的讲法？批评国民党用不实的言论，伤害宜兰市公所守法依照程序的员工非常无妥当。记者综合报道。全球能源的介绍一直在起哦，咱国内电价伫7月份嘛针对用电大户起价，烦恼水电暖气的服务价波动上过大，所以自本7月份要开始来征收耗水费哦，宣布要渐慢实施咯。水利署今仔嘛表示讲，什么时阵会来征收，目前是无时间表，会过来做评估。厂商小改脱水设备，嘛有业者透过人工智慧用手机互厂商，甚至地区通预测欠水的状况。因为极端气候，去年大欠水，今年本地要伫7月实施耗水费，但是到达拢也未执行。政府刚刚来调整电价，那耗水费的征收的对象几乎跟电价调整的对象几乎是一致的。那所以考虑到各种因素，目前是暂缓。水利署表示，因为全球能源起价等因素，嘛避免供给强耗，爱面对水电双起，才会先暂停政策。不过，外界嘛关心全台水库的水位甲物价指数，若拢符合着标准，敢会是开征的条件？今年的操作上，我们尽可能的让它满库，所以到年底之前供水无虞，而且展望到明年的枯水期之前，我们也会尽力的来达成供水的任务。水利署嘛表示，目前耗水费的实施也无时间表，会搁看国内外的情势来评估。嘛，因为最近几冬欠水，地方积水等等，互大家有感。台湾国际追求展览将要登场，再生水的循环、智慧水联盟等等，嘛是未来关心的议题。记者电报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行政院通过外一家条例修正草案哦，也毋过未少立委各有疑虑。时代力量就有立委质疑讲，若是修法通过，外一家恐惊会来成做达官贵人的俱乐部。那也有立委提案讲，爱排除贪污犯关伫外一家的资格。另也是有立委认为讲，应该爱搁开公听会，重新来讨论遴选的标准。自强外一间4个嫌犯逃走，和警方压制。今年8月伫咧苗栗被抓。上案的是利用登记册探视逃走的受刑人，全台湾还有1个人在逃。就惊讲现行的制度有疏漏，行政院通过外役监修正条例草案。不过相关立法伫咧送到立法院做了进行审理时阵，真侪立委议员有质疑，只把一些侵害个人法益的罪，把它这个作为不得遴选的条件，而这一些巨商大贾、达官贵人、贪官污吏所犯的罪，还是通通都在这里面。外衣间里面绝对是一个达官贵人俱乐部。外役监修法，这就是犯杀人、人口贩卖等罪，拢总排除申请资格，和规定大幅度提悬。不过时代力量立委认为，若是修法通过，未来外役监只敢来修贪污加重大经济犯。国民党要立委提案，无应该互贪污犯入去外役监服刑。另也是有立委讲，应该开公听会，搁再重新定义遴选的标准。单纯的去排除他去外衣间这件事情，是不是反而会让我们在监所里面要矫治他变得更困难？让他更没有诱因。外役间呢，他们在外出工作，或者是在返家探亲的，譬
替代类似电子脚镣的。我们已经早就在规划，因为关系到社会安全维护，甲受刑人合规社会需求，活跃监的标准要安怎定，才能同时兼顾相关的司法共识，由原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咱国的石斑，所以农委会甲教育部之前宣布讲，要互学生囡仔伫这学期的营养午餐会当食到世界的石斑哦。也毋过开学过半月咯，目前学生囡仔的中昼顿哦，更毋捌看过石斑。道立委质疑讲，敢是政治跳票？台北怀生国中这学期的中昼顿，一个学生65块，政府补助10块。啊，若菜色袂歹，亲像10月17的菜单，都出现罕你看到的有价水产履历的鱼排。我们审完菜单，隔没几天，厂商就修正了，说这个东西他们会改变，因为目前状况不明。这个鱼排料理厂商预定是要配合政府的石斑专案计划，却因为约未收到货，已经换做其他的料理。业师解说讲，石斑的招标3区伫10月初3决标，北区伫初5新标结束，刷落来就会公布结果。他的支票我们是规定公库支票，他去开他自己公司的支票，就只有这样而已。相关的能量这些他都要具备，而且我们规定安全性啊、检查的这个都写得很清楚。学校到即马还未接到石斑，立委黄国书初5伫立法院教委会质疑政府跳票。那教育部长朴文忠表示，只要完成招标，厂商运送实在前2礼拜都会甲学校通知。它不是放在原来的菜里面啦，所以原来4菜1汤加副餐这一些外加，而且外加的部分完全不会去用到家长的所缴的这个餐费。朴文忠强调讲，这学期一定要学生食到世界石斑，不过10月中敢会当食到石斑，要是爱看农委会刷落来采购甲配送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芬兰的欧基骆驼核电厂3号机哦，伫初5达成全功率的发电哦，发电量是有1650兆瓦，是欧洲上大的核电厂，供电量是占芬兰的1/4哦。这嘛是2007年以来欧洲启用的头一座核子反应炉。这嘛显示讲欧洲的能源政策伫乌俄战争发生以后，又搁重新接受核电哦。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哦，嘛拢宣布讲要搁起新的核电机组，也是讲要延后机组退休的时间。芬兰的欧基骆驼核电厂3号机，这礼拜3达到全功率进步运转，会当提供1650兆瓦的发电量，是欧洲发電上界強的核電廠，嘛是全球第3大的發電設施。No kaiken kaikkiaan me tuotetaan tällä hetkellä tältä saarelta noin yli 30% Suomen sähköstä, itse asiassa tänään 38%. Ja se on tietysti iso määrä sähköä ja se on sitä tasaista, ennustettavaa, vakaata sähköntuotantoa, mitä ydinvoimalla tuotetaan, ja se tietysti merkitsee aika paljon. Olkiluoto 3 osuus on tästä noin 14%. 欧基骆驼核電廠3號機伫去年年底開始運轉，正做自2007年以來歐洲頭一座啟用核子反應爐。嘛，因為俄烏戰爭開戰，致使歐洲的能源價格一直咧壓懸，歐洲多國煞咧傳出新建核電機組，也是講延後機組除役的時間，包含德國、法國、英國。因對核能的態度是對反核傾向，停反核電。芬蘭電力營運商 PVO 表示講，經過幾落擺延期，歐基骆驼核電廠3號機估計要伫12月會當達到全功率供電。No, tällä on todella iso merkitys omavaraisuuden ja ilmastonkin kannalta. Me näemme, että Olkiluoto 3 on Suomen suurin ilmastoteko. 雖然現主時對核電的需求有增加，不過這是救急的爾。歐洲長期以來能源的政策無變，根據上屆新的世界能源產業現況的報告數據，歐盟的核電發電度數伫個過去的20年減少17%，再生能源卻增加20倍。所以講減核要是未來的趨勢。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再来看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甲一寡生產石油的國家，將決定講要減少石油的產量，提懸原油的價格。美國國內目前石油的價格是愈起愈懸哦，嘛引起民眾的反彈。美國政府譴責 OPEC 的決定，嘛批評講因甲羅西亞鬥空。Show me where is the act of belligerence, period.
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甲产油盟国初五伫维也纳会议了后，记者问沙烏地阿拉伯能源部长，逐工减产200萬桶原油，敢是方用来當做甲俄羅斯聯手將能源當作武器時陣所得到的回應。OPEC 表示，減產的決定是因為全球經濟甲石油市場前景的不確定性氛圍。We are not endangering the energy markets. We are providing security, stability to the energy markets. At a price. Everything has a price. Energy security has a price as well. We wanted to give the market a guidance, but that guidance could change relevant to the situation that may prevail. But as it is today, we feel much more assured that we should give that comfort to the market. OPEC 的做法引起美國白宮的批評。OPEC's decision to cut production's quotas is short-sighted, and the president will continue to direct SPR releases as necessary. It's clear that OPEC Plus is aligning with Russia with today's announcement. 在这个同时，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初五表示，俄國可能減產原油，以抵消西方國家因為俄烏戰事對俄石油採取繼續上限措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消息人士甲路透社講，美國總統拜登正向 OPEC 施壓，避免造成大減產，因為伊希望在11月初尾其中選舉進前，防止美國汽油價。公視新聞黃雲玲編譯。台鐵因為918電動目前玉里到富里的路段閣還未通車，交通部表示講，在農曆過年之前應該會當搶通會先以慢速來通過。另外，台鐵的南迴線昨下晡有電車線落去，無法度送電，造成南迴線中段閣有火車卡佇崩坑內底。列車部電未叮當，又閣按摩摩，列車長用無線電佇咧溝通。台鐵佇咧初五尾暗又閣發生電車線落來代志。這回是佇南迴線大埔到龍溪站之間，除了南迴線是雙向攏未通，抑閣一台列車掉佇咧崩坑內。因為現場的地形，公車無法度起載，台鐵是派插電自強號起載人客。這件代志總共影響17列出列車，旅客1581人。認為這個南迴線電車線拄則完工無偌久就歹，無啥正常。當完成了南迴鐵路，就全新的設備，2年內電車線就脫落，這實在是，所以我們會再來改善。因啊，0918台東地動對台鐵的花東段造成嚴重的影響。目前玉里到富里段抑閣佇咧搶修，本來是講半年會好，不過交通部講，因為加派人手去趕工，有可能會當佇咧舊曆過年進前就通車。剩18.8公里玉里到富里哈，那本來是要6個月，經過我們的討論，應該會在明年1月18號就可以通車。我們用同時進行5個工作面，就是5組人馬同時施工。玉里到富里段按算1月18開始慢速通車，所落來依照鐵路橋梁內建設計規範進行安全評估加補強，修理的經費差不多是2.6億。交通部已經請民航局協調航空公司，佇咧鐵路修好進前增加台東航線航班，佇咧國慶連假期間也用較大台的飛機來疏運。記者綜合報道。918電動花蓮的南區損害甲真嚴重，玉里的松埔里、福音社區有真濟厝攏歪去，牆嘛別開，地面嘛碰久哦。往來磚頭的道路嘛綁起，有民眾就投訴講哦，得到呾攏無相關的單位來鬥相共處理。花蓮玉里的松埔里福音社區918地動了後，有24戶人家厝受損真嚴重，大家是驚甲攏唔敢住。有居民就咧怨講，頂個月9月28，內政部處長才來松埔里勘察，不過煞無來到因的社區看。我的房子要垮了，他跟我講說台積電的會來這邊做，結果連台積電勘察的工程都沒有人來。我的房子都變那麼大了，也沒有人來看，那這個房子不屬於危樓嗎？政府不用來貼紅單嗎？黃單嗎？因為出入社區的路含一部分的厝體，抑閣要綁，村民只好家己請人來做水土工程，但是部落大部分的家庭攏是經濟弱勢，無錢通出工程費，嘛怨講村里長攏無積極鬥相共。我只希望大家要有一個同理心啊！我們每一個都有做提報，這個災情不是只有我們松埔里而已，卓溪、玉里、富里都有。
所以说我们要耐心等。玉里镇公所表示，在后上埔里已经封列做重灾区，公所第一时间拢有去看，嘛对9号来打红单，4号打黄单，一般普查也有36号。目前主责和台积电拢有正积极来到重建和修理。乡亲的误会啦，勘灾之后去施作的程序啊，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依照轻重缓急，依照危险度的一个状况啊，相关的慈善机构会去做一个施作复建的一个程序。公所强调，县府已经将2017年2月初6大地震捐款列入918大地震的补助，所以受灾户若是要家己收，会当甲厝受损进程修理中，还个完工了后的相片和工程费用，全部拢符合公所会当照相关规定来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政府办青年创业贷款，上济是当贷款200万哦，前3档免利息。也毋过最近网络有广告讲有中人会当贷办收15%的可比奖，所以贷款200万，因得爱收30万哦。市政府是出面强调讲，青年创业贷款真简单办，所以民众家己办就会当。来到高雄市青年局，民众想要申请到青年创业贷款，会有专人专案协助，相关会当贷200万。但最近面册社群才出现的业者大文，主打一定会贷成功的名义，要求收15%的贷办费用，等于200万的金额，就要付30万块的贷办费。白纸黑字先讲清楚，因为这是关于金钱的部分。就已经缺钱了，然后你还要赚他这么多钱。这是贷款黄牛啊！民众讲找人代办爱收钱有合理，毋过15%的费用真正伤过悬，几乎会当讲是放权利。而这种亲像是黄牛的状况，为清创贷款杀出来了后，就陆续出现。市府提起来申请的人，拢会有专人协助，嘛无要收钱，呼吁民众毋通去骗。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无查到牵涉到剥削等等不法的代志。我们带出以前在外面收的行情，到现在啦，也都是2万块的费用。我们会透过贷款后的这个实质审查，也会有实地的访查。查证到这个大文章的代办业者，负责人讲公司确实有来代替办理，不过大概敢若收2万块的代办费用左右，不是15%。而且强调，县长的联络人是公司的同事，只是对方捌接过有人黑白卡电话，才把这个费用提悬，希望会当主动。但是不管事实是安怎，市府拢表示会收集证据，若有不法的代志，一定会上班。记者王刘婷、柯正俊报道。来看桃园的护树团体甲环保团体，今仔针对五洲汤山公园的开发案，到市政府去抗议哦。因批评讲政府故意用分期开发，所以唔免做环评来规避，所以要求讲应该要把这个开发案送交予环评大会。工务局嘛出面来决定证书。伫桃园路德的五洲汤山，附近的民众定定来遮爬山。桃园市政府按算伫咧遮设新林式游戏场。引起护树加环保团体担心会影响生态，强烈要求政府按高规格保护环境，将20公顷的五洲汤山公园开发计划送信环评。根据环评法，非都市的土地呢，如果超过10公顷，它是必须要环评的。那关于五洲统山20公顷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环评的影子。五洲统山开发区环评。护树团体批评五洲汤山开发是违法的开发案，政府用分期开发闪避环评。第一期工程是7公顷，主要是景观工程，所落来第2期工程将会以放射性开发。护树团体讲，因收集1500份联署文件，9成无赞成开发。一定是依法行政。那中央对于环评的法令有规范的话，我们事先一定会照这个程序来走，不可能知法犯法。工务局由副局长代表接受电证书，也针对开发证据做回应。讲未来五洲汤山除了大草坡，也规划共用式的森林游戏场，以街道整治、符合生态保育做前提来开发，将会提高公园实行发展审议委员会讨论了才会动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日月潭出现污水，亲像牛奶的污，有民众向环保局检举讲水拢白色落落。南投环保局去调查，发现讲是伫湖边一间饭店排出废水造成的，嘛已经发业者2届咯。今仔搁去稽查，业者是强调讲因有安装污水的处理设备，会赶紧来找出原因改善。
垃圾水一直为大水管排出来，稽查人员采取建本检测 pH 值。南投县出名景点日月潭，今年互民众检举真侪解，讲水面一寡所在落水是牛奶色的，怀疑是头排垃圾水。环保局追查发现是边仔一间饭店业者排出来废水。餐厅的废水油脂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如果油脂没有做适当的节流，那整个在废水处理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妥善处理，那这个部分的油脂，然后再混合到我们的坛面，就会出现白浊的问题哦。这个饭店废水处理设施还是没有可能有一些没有完善，或者是废水量忽然比较多的情况，导致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官府表示，水的白白落落是因为游淡水造成的。经过实验室检验，发现饭店业者排的废水、大肠管管甲 BOD 生化使用量拢超标。今年2月到达，已经甲业者罚64万甲39万，想要到9月，阁发现白色的垃圾水排对日月潭，初六决定阁一摆去稽查。不过业者强调讲，饭店拢有装垃圾水的处理设备，目前阁咧理清原因，会赶紧修复。我们有请了2家污水的业者来帮我们做检测。那2家业者是说我们的设备都是正常的，放流水的检测也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目前会再想办法再做改进这样子。业者强调讲，24点钟拢咧处理垃圾水，并无偷偷排放这款代志，会赶紧处理设备的问题。若环保局要求业者1个月内爱改善，若阁验出垃圾水超标，除了继续开罚单，嘛会索按检测的标准，未来嘛无排除下令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哦，伫今年的米其林指南拢无餐厅入选。台南市政府最近就家己办一个我心目中的米其林票选的活动，整理出30个市场50个单位来销解台南的料理哦。也毋过有真侪台南人哦，真无介意这款行销台南的方式。伫台南的东菜市，一透早地咱看到袂少人，除了买菜以外，有的人是专工要来找在地小点心。他们那个台南的人介绍的。所以都会来这。民众排队买，就是这间润饼糕、青色润饼皮，甲这个肉丝豆菜拢总包起来，互人敢若想到嘴来插插滴。这间润饼店嘛是这届台南票选活动的其中一档。不过市场另外阁一档古早味的担面，虽然嘛伫票选的名单之内，算也真惊名声愈响，会愈无用。是讲老主顾若顾会调就好啊。吼，你食我一碗面吼，至少爱等20分钟嘛。恁若甲我保嘴吼，可能爱等1点钟。伊若推动这米其林来讲吼，真正袂歹，这个构想吼，这对市场嘛有帮助。2022台南米其林之一无一间入选，引起民众的讨论。台南市政府担着主办我心目中的米其林票选活动，列出台南的30个市场50档，要发现在地小点心。不过活动公布了后，民众嘛有无同的见解。其实在地的台南人觉得，这些好料的就留给我们自己就好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台南的美食，其实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啦。啊，其实现在办这个活动，我认为是锦上添花啦。花了相当大的这个努力，让传统市场啊跟我们超市哈，其实看起来都是一样啊，进去里面感受也是一样，都是清洁、明亮又好走啊。营生在市场里面的美食，也值得你来去挖掘。主办在地米其林票选活动，发现在地小点心。虽然民众有无同的看法，不过台南市府也是希望透过活动，会当让在地民众找到家己心目中的米其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经济部环保署顶5大部会宣布讲，因要做伙来推动循环经济，甲一寡无路用的材料重新利用，望讲会当来为近邻碳排哦来尽一份心力。因为点仔胶也是压力的处理引起真侪争议。若是讲甲这个互看作是废弃物的点仔胶扣除物，也是讲转炉石，甲掺入去研发点仔胶的控股力，安尼就会当来定心铺路。这项技术除了讲会当取代8成的天然沙胶的使用量，甲实测了后，伊的载动力真好，会当延长道路的寿命。109年到现在哈，那已经铺了快满2年了。那它原来如果3个月、5个月的话，就是它5到8倍的寿命。那这种东西，它就是证明了它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因为即马台湾当咧拄撞到欠水欠电的相应挑战，加上俄乌战争已经造成能源价小大波动，包含经济部、环保署、农委会等5大部会做伙来。伫初6举行记者会，甲透过技术研发，甲农林村的资源甲加工利用，来延续资源的循环，达到效果。
在我们未来的整个减碳的工作里面，循环经济这一个领域，事实上大概会占了40%到50%的重要性，所以它应该是除了能源以外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那我们期待就透过资源循环，能够让这个2050净零碳排达到可行，我们能够减少自然资源的一个开采这是我们地球可以循环永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政府希望通透过策动循环经济、建立资源永续利用的观念，渐渐达到净零排放，也有零废弃物的循环台湾，并且来带领产业转型，来建立循环材料会当做运用的新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乐队是台湾真完整的客家族了，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最近客家委员会规划展览内底有客家歌谣、老相片、毛囡仔创作艺术作品，咱做伙来欣赏。客家歌手颜志文演唱客家歌曲，互在地居民想起囡仔时代的记忆。这是南花13庄，互用新笔头做对自录展。要用歌曲甲老相片，甲大众了解客家文化。这个相片是我照的，我照的，所以我不在里边，但是我是在场。看到这个照片我会讲这个时间过得真快了以前看这个小朋友还那么小，他们现在已经是50几岁的人了。高雄屏东的乐队是台湾真完整的客家族落，这清朝时期来台湾开垦的客家人都生活伫这。迄当时国政啊，为着保卫家己的土地，联合编成乐器队伍，演变到即阵才有乐队这个名。倒对这个区域，伫咧北环河的南边，阁互人号做南环13庄。其中倒对的新鼻乡有丰富的水源，所以这回展览当中，有真侪甲水相关的设计。那为什么叫说故事的水？因为水从以前到现在，对我们的长民文化、对客家的祖先、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希望透过师生每个人提供一人一句跟水相关的一个语词，然后再透过我们一些在地的素材来创作这个说故事的水。让他能够重新认识他自己对村庄的爱，对这块土地的美。不管你是不是客家族群，只要你来到南安市场庄，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客庄。这届展览邀请在地时代分享家己甲这块土地故事，嘛找少年世代囡仔做出家己心目中代表乐队的艺术作品，希望世代交流，让乐队的形象更加丰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的农民南音社，因这个团成南馆，今年买来举办30档的巡回成果发表会，来感谢六股乡亲的支持，嘛要甲两尾消失的南馆的音乐小解予愈侪人。现仔动销，搁再加上比白，慢慢啊造出美妙的南管乐音。这是南投县的鹿鸣南音社，为着要感谢六国乡亲30档来支持，伫咧开办巡回成果发表会时阵，头一站就伫六国的应用社区来表演。很荣幸邀请到我们鹿鸣南音社，给这些长辈演奏不同的音乐。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团体来给他们，就是活化他们的头脑。南管音乐无像北管现代流行乐这么热烈，需要听众甲心静落来，慢慢啊去体会乐器的意境。这款音乐伫咧现代台湾是强要消失。鹿鸣南音社是拍拼咧推广培训协会，希望让这优美的南管文化会当复兴。经费问题还有就人员，新人都。老人都凋零嘛，要新人没有过继，在我们乡亲努力一下能够把这个宝贝把它重振起来安尼啦。我嘛希望讲，会当甲咱这个文化啦、音乐配合咱鹿乡的产业，会当行出咱鹿国乡甲这个南管音乐甲咱边边社发展协会，咧古早这个诗人做的诗啦这文化传出咱全国内底安尼鹿鸣南音社也结合当地历史久长的滨滨之院，做伙来推广南管甲故事，希望让愈侪人来欣赏这高雅的艺术。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南非的保育类动物乌卡徛鹅，最近发生禽流感8月中到今，已经有30只徛鹅破病死去。保育人员之前是真烦恼，讲乌卡徛鹅无物件通吃，生产地受到破坏。即马阁有禽流感因是真惊这款乌卡徛鹅的绝种。规身躯黑色甲白色的一肥一肥，长像是大面具相款的乌卡企鹅，是为生活在非洲的企鹅。不过最近因的生存出现危机，南非保育团体指出，开普敦附近的企鹅保护区博尔德斯海堡最近爆发禽流感，对8月中到即阵已经有将近30只乌卡企鹅破病死去。If an African penguin or any other bird is diagnosed with having avian influenza, it is an untreatable disease, and therefore we do have to put them down. 乌卡企鹅已经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濒临危机的物种。博尔德斯海堡即阵大约有3000只，保育人员正赶紧伫咧找破病的企鹅，并且赶隔离。因烦恼讲禽流感会加重这个乌卡企鹅生存的压力。Ranging from a lack of food to habitat destruction to collapse of the ocean ecosystem, and so their numbers are decreasing. They're endangered, and their numbers are still going down. So, and in those cases, we are worried that a disease might just push them over the edge. 另外，伫南美阿根廷是连续出现海翁死去，中南部的库珀迪省9月下旬了后，陆续有死去的海翁被冲上海堡。即阵已经发现有至少13只死去海翁，海翁身躯并无外伤，死因也无清楚。不过，部分的生物学家怀疑，可能是水液内底因为海草大量生长所产生的这毒素，才造成海翁的死亡。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来看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咖喱饭拢是百姓上普通时的食食，嘛代表地方的特色。伫2当前已经互列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伫美国的纽约有一个新加坡的市场，内底有卖真侪代表新加坡的食食，生意是好甲强强滚。亚洲曼哈顿中城哈本哈克城市小贩中心，好亲像到新加坡同款。海南鸡饭、咖喱饭，甚至一杯故乡味的咖啡，安徽真侪人的享受。自幸运以来，俗家便当也正做附近的上班族食中昼顿的第一选择。So I tried 3 different food stalls right now, and they're all fantastic. And I tried Hainan Jones, their chicken over rice. Oh, that chicken is so amazing. Everyone should give it a try. So much flavor, so tender. Yeah. Sticky rice with some form of barbecue sort of pork, like a char siu pork, with came with a side of soup. I honestly did like roulette. I went with the shortest line, and I was happy with it. 7月这美食中心的司徒国辉讲，这17个单位中的11个拢是伊为新加坡本地直接招募带来美国的。业者为汤饺、菜肉、饭面拢是现煮现做，食材也选甲正顶真，拢是新加坡的原味。其中有名的三宝王海鲜白米粉是第一摆行出新加坡来遮开店，由细汉头家带3个独子仔到纽约。The broth that we use to simmer for over 8 hours every day. Yeah, so it's really cooked with a lot of passion, a lot of wok hei we call. Yeah, with the fire. White bihun, little Chinese rice vermicelli. Instead of stir frying it, he braised them healthy in a chickeny stock. I came across Singaporeans who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w York for like 20, 28, 35 years, and they still miss Singapore food. So I don't know, I think street food in Singapore is not something you burn or deep fry. It's fairly complex. 新加坡美食融合中国、马来、印度等南洋风味，东西方当然接受。不过伫曼哈顿安尼黄金地段，不仅食材甲租金贵，因的培训甲薪水负担也真悬。另外一间有名业者，迄个传人表示，伫新加坡一碗7块的成本，合代表150块的虾米，伫美国按卖3倍以上的价销，伫当地算是合理。到月底以来，业绩袂歹，互因真有信心。但营运稳定，7月人打算到西华洛杉矶也来开店，互更较侪人食到家己阿嬷煮的好口味。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2009年的电影《阿凡达》全球的票房有将近900亿的台票，有10档拢是电影票房的冠军，加13档导演宣布讲要翕第2集咯。
伫阿凡达电影内面的潘多拉星球，世外桃源的和平世界无当正久。伫咧续集人类军官甲纳美族公主的后一代，拄着新的生存挑战。This love story has evolved. We now have a family, and to be honest, to me, the movie is about protecting your family. And whether that's an immediate family, it works on many levels. And I think that's what he's very good at ramping up in these big action adventure kind of movies. 伫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上映进前，《阿凡达》伊要甲900亿大票的全球票房，在一个为了上好的电影，这个补助10年啊，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传了13年才拍续集。这段期间，抑个因为要求悬，写好的剧本抑个自头定写，标准遮尔悬，演员感受真深。With these characters and with this story, and to take the time even to do that's unheard of in this industry. Yeah. And here's a man that cares about the story he's telling and has dedicated a great portion of his life to sharing this with the world. It's great to be part of. 2009年《阿凡达》毋那是影史卖了上好的电影，伫迄当阵所谓技术拄开始，卡麦隆就用新的摄影技术拍电影。带观众看到 3D 摄影的沉浸式视觉体验，拿创 3D 数位电影得到奥斯卡奖的新纪录，带动大家开始翕 3D 电影，伫好莱坞流行了要到10年。I think the technology is not really the issue. Digital sound was in advance. Now we have 3D. These don't change the fabric of cinema or the rules of storytelling. 阿凡达创造出物种之间彼此连结、信任相通的世界观，伫即马较袂着就发生冲突的国际情势，互人更加仰望这种世界。There's nothing like the Na'vi and Pandora to teach you to appreciate what you got. As a human on this planet, as just a person, who consumes. 阿凡达续集按算年底上映。发行的迪士尼也趁这个机会上第一集的4K 版本，13年前的巨变回归，也可以让开出全世界9亿大票的票房，让卡麦隆对年底的续集真有信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明仔载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佮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哦。台湾的东北部、东部佮大台北地区拢会落雨，桃园、东南部地区佮马祖卖落低점雨，其他的所在佮平湖、金门是多云好天的天气。过到南部地区佮其他的山区哦，卖落低점阵雨。明仔载东北部、东部地区佮大台北山区，嘛是会落大雨，也是大水雨，都要特别注意。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